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关心咱的这个疫情啦吼，真正是介好吼。咱讲吼有3件好代志，甲这个观众朋友来报告吼。第一件好代志是咱讲本土加零吼，第二件是咱讲吼日本佮送咱台湾30万的这个 AZ 的疫苗吼，真正是非常的感谢啦吼。咱讲即阵累积日本已经送咱6波吼420多万吨啦吼。另外咧，尤其咱讲台湾疫苗愈来愈侪吼，目前注射率嘛已经提升吼，来到吼涵盖率第一当下是69.49%啦吼，第二当下即阵嘛来到29.6%吼，等于是咱讲今日结束，咱本地按算吼10月底进前70%涵盖率，第二当下30%的目标对来完成咯。第三件好代志是咱看到讲台湾家己的国产疫苗高端吼，即阵是入选到 WHO 团结试验这疫苗吼 Solidarity Trial Vaccines。这支吼，咱讲疫苗吼，伫咧国际上本地吼候选的有20多支啦吼，咱讲咧竞争，但是咱讲台湾的这个高端，甲美国这个 Inovio 啦吼，要伫咧咱讲非洲马里吼，佮有这个哥伦比亚3国要展开着咱讲临床试验吼，尤其咱讲到过去吼，这个疫苗有够欠的时阵，好野吼，这个国家吼拢甲疫苗落掉咧啦吼。即阵咱看到讲 WHO 选到这2支疫苗，就是要互这个其他吼较线乡的这个国家内底，会当享受到咱讲吼真正这个资源吼，这个疫苗吼，莫阁去吼这个大国占去啦吼，所以要进行到咱讲临床试验。啊，这项咱讲试验呢是由这个 WHO 赞助啦吼，所以对未来高端疫苗吼要认证是非常有帮助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吼，虽然有这个好消息啦吼，但是咱讲吼高端伫咧台湾。这4支社内底吼，真正注射的人是介少啦吼。咱讲吼，台湾注射这个部分吼，即阵咱讲注价吼，差不多2社安尼注了吼，差不多安尼累积起来，敢若130多万尔啦吼，所以无介济。当初是迄当阵，咱讲指挥中心买500万，啊，做另外一个合约，若是讲你500万拢注会煞。我阁甲你买500万，但是即阵咱讲住的人敢若130多万人，所以咱看到讲这是台湾内底吼，家己内部爱困境啦。但是咱嘛讲到吼，另外一个是要去国际这个部分。虽然咱看到讲有一寡这个国家是认为讲哇高端这支疫苗是 OK， 会当互你入境的，但是咱讲到吼，美国11月初8吼都无吼。吼，咱讲这个高端的人吼，住过2社，你都能入境吼，伊是爱认证过什么 WHO 佮美国家己 FDA 认证过这个疫苗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人咧讲吼，村的这个疫苗高端吼，到底要安怎来去处理咧？国际吼来去管吼其他这个线乡这个国家也好，也是讲要开放第3档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进前做过这个 AZ 的吼，第一当时这个4大人，可能吼第二当时嘛注了啊。咱讲这个半年内底，可能这个消退的这个抗体啦吼，是不是来报第3档是由高端家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的来宾，第一位来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必雄教授你好。阿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吼，第2位咱要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医师你好。主持人，咱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是啦吼，非常感谢咱等下嘛邀请到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来到咱这边现场。即阵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本土家庭真正3件好代志啦吼，咱阁讲到吼高端即阵入选。咱的这个吼 WHO 这部分，尤其咱过去讲，哇 WHO 真正看台湾袂起，哦，迄当阵咱看到讲有这个 Tedros 哦谭德赛这款的这个风波伫，但是这回高端疫苗会当吼摆拄着重重的这个难关，到底是为什么？先来听指挥中心安怎讲？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的有8例，那没有死亡的个案，所以我们还是要向这个日本政府来表达我们的感谢他在提供了我们30万剂的那个 AG 的疫苗那总共到现在已经捐赠我们420万剂的我们的国产疫苗高端有获得 WHO 他赞助的团结临床试验的疫苗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头先最先，他从这个20款的候选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是69.49%。那剂次人口比是99.09%打第2剂的29.6%那接近我们这样7成3成的目标应该在明天就可以达成。
是啦吼，先来看到咱讲这个10月底本地要完成的这第一社涵盖率7成，第二社吼咱讲3成，这个目标已经达成吼。咱即阵来看到讲吼，即阵哦，这个10月2日吼，这个按算起来，总是注了38万外档，吼，其中这个 AZ 有13万档，差不多吼12万档拢是伫咧第二社啦吼。啊，莫德纳这个部分嘛，注了真济啦，咱看就讲有11外万人。另外高端的这部分吼，实在是较吼。少人去做啦吼，啊，但是即阵累积起来嘛是有130多万人啊吼。另外 BioNTech 吼，就是 BNT 的这部分，即阵吼，咱讲吼啊，咱看到讲第一档社这部分嘛来甲总注社是13多万人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吼7成到3成这个部分吼，已经渐渐要达标吼，可能今日注刷了后就会当来达标吼。尤其咱看到讲第一档社已经29.6啊吼。这个部分虽然咱讲吼，这个疫苗啦吼，豆豆咧来啊，但是咱讲吼，这个年底啦吼。其实爱来拼年底是第二档社6成吼，先来邀请吼，这个何教授安怎看讲咱这个目标甲咱的疫苗到货这个速度咧？即摆疫苗慢慢来，咱就来紧来拍，吼，紧来做。但是即摆虽然咱目标是会达到无问题啦，吼，你即摆讲7成第一档啊6成。好，第二档安尼，咱根据这个陈时中部长伊就讲，咱就要来国门就来开啊，咱就来安怎吼？这是当然，这个目标真好吼，但是我是感觉嘛是爱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讲你完全注射的是啥物人因为你即马若做的拢是少年人的时阵，你老人嘛是爱保护一下，因为因为即马咱就知影讲疫苗吼。并无办法吼，甲你保护讲卖传染100%。即马有诶 AZ 啊，有差不多一半的保护率这样。啊 BNT 差不多6个月了，嘛是感觉真低。虽然所有的疫苗拢有办法，好保护你袂当得了重症，吼，袂死亡的机会变甲真低，但是。传染嘛是还佫会，啊，即摆你若真侪无注意防下的是老人吼、长辈的时阵，咱就要较注意。吼，这是一个。当然，咱真欢喜讲，咱咧有咧进步，有咧行，但是嘛是爱防疫嘛，就是每一个拢爱看，咱就爱咱上重要啊，嘛是爱佫注意一下。是，咱继续过来请教洪医师啦吼。你等下吼，咱讲吼，这个注射这个部分吼，爱好好讲一下，尤其吼，这个诊所逐工拢真无用。听讲吼，一工爱注这个72支射是吗？啊，咱即阵台湾的这疫苗吼，平均一工30万剂，甚至到40万剂，逐个人要抢者，是拢有法度做会到。啊，咱2300万人口，30万剂就代表是将近1.5% 啦。是，所以事实上，咱台湾到真算真幸运。各种的疫苗开始伫咧施打以后，是难免有一寡不良的反应甚至有一寡人因为安尼，伫咧时间上有关联，安尼因为安尼死亡吼，咱这是真可惜、真惋惜。但是无论安怎讲，咱无发生真大的这个不良反应啦，所以基本上咱唔免讲参与国外，爱讲用抽奖啦，爱送楼啊啦，早有人才要去注射。基本上咱即阵伫我第一线的经验，咱的民众无论少年的，无论老岁啊，无论是第一剂啊、第二剂，大家拢真踊跃要来注这个预防针。当然咱的中央指挥中心某一个程度。有甲咱讲一个，互咱的希望啦。就讲这疫苗，若是讲第一剂用得到70%，第二剂差不多30%哦，就用咧考虑吼，即要解封无，要甲这国境要不要怎么样？某一个程度，我感觉讲，这个可能爱足谨慎啦。因为基本上国际的这个疫情吼，唔是遐尼稳定的这个状况的条件下骹，咱若万一。马上就开放国境吼，这个某一程度会造成咱吼，伫咧关节啊，是讲伫咧这控制的这个困难度啦。相对农历过年咧到啊，咱有足侪伫咧外国的这民众逐个转来，所以中央指挥中心嘛，伫咧考虑讲这个叫做防疫旅馆吼，还是集中检疫所，迄个量变扩散啦。这个一定要准备有够才会使。第二点就是安怎呢？即马过来就是冬天啦，冬天某一个程度就是咱这个 COVID-19 吼，伊要变严重的这个时间点啦。某一个程度，咱因为
较冷，所以去室外的活动会减少，留喺室内的时间会增加啦。啊，相对即个传染性伊的风险会变悬。OK。所以某一个程度，咱嘛是足希望讲用咧全面解封，啊，但是某一个程度，咱嘛爱想讲医疗的量能啦。国内外的疫情啦，啊是讲我拄仔讲的，有一寡配合的条件吼，咱来共同来努力。但是我相信讲，以咱台湾即阵的这状况吼，应该是审慎乐观嚟发展。啊，对咱的长辈吼，拄仔何老师讲的，啊，咱即阵差不多长辈的疫苗接种率差不多3成尔啦。3成。啊，基本上吼，即摆讲是75岁以上，差不多3成，应该是够3成还未治疗啦。啊，基本上要安怎来？提升即寡长辈覆盖率，这是一个足大的挑战的困难度啦。啊，我无希望讲吼，因为要有长辈来注射吼，佮用过去迄种叫做大型接种站的方式。某一个程度应该是爱考虑吼，社区的诊所可以方便、真安心来注射。迄才是第二种方法，拄仔主持人讲的，咱就提供一个叫做在的疫苗接种啦。啊，这离咱台北市75岁以上。私人等级7、8等级已经拢提供第二剂，伫咧这个礼拜会全部完成啦。差不多吼，有差不多800几个民众已经受惠啊。啊，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伫咧前2礼拜嘛宣布讲，希望各县市吼用咧提供90岁以上的长辈，若无方便出门的吼，用咧县市政府安排医疗团队去厝诶去来注射。所以无论讲是拄仔讲的诊所。还是讲在，还是讲有一寡长辈伊伫机构内底吼，即嘛是爱去安排疫苗接种。咱用多元的管道吼，甲咱长辈即个健康高风险的这族群吼，好啊，该提供上好的这疫苗接种。我相信吼，总的量一方面增加，高风险的这个长辈，我们要特别加强。咱的这个疫情应该会慢慢的。有好的控制。有影啦吼，所以咱看来讲吼，人口涵盖率即阵已经来到69.49啊吼，这个非常接近这7成。今仔日资料吼，咱讲明仔载看数字就会超过7成，啊，第二当下嘛超过这个3成。但是头拄啊，两位专家拢有讲到吼，这个咱高风险的这个所在。第3位来宾，咱继续过来邀请吼，这个新光病院副院长吼，洪主任吼，副院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有影啦，咱头拄仔讲到7成、3成，甚至咱过去有讲到吼，但是中部长讲要拼这个6成，但是有一支疫苗就是撑袂起来啦吼，就是人数提袂起来啦吼。咱看来讲高端家，昨也是有人咧做吼，昨做第一社822剂，吼第二当社是1062档吼。但是今日好消息已经出现啦，咱先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咱先请洪副院长吼，安怎看这个好消息咧？是，我想吼，就是讲今仔日吼，这个高端吼有2个消息出来啦吼。头一个消息就是讲，昨咱知影讲，伊美国政府规定吼，11月初8了后吼，爱做完整的2剂会使入境于美国嘛吼。啊，这疫苗内面是无包括这高端这个在内。啊，但是咱今日看到一个高端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讲，即马世界的卫星组织吼，伊即马有选2期这个预防下的这个疫苗吼，啊要来做这个3期的临床的这个实验嘛吼，啊这3个国家要开始来做啦吼。这代表就是讲，咱进前讲这个高端疫苗来讲吼，因为虽然伊发展的时间较慢，所以当然伊发展的时间较慢，伊有法度提出3期临床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时间性，当然是无像头前迄几期疫苗来到较紧吼。是，但是咱会使看到讲，伊嘛是不断在拍拼吼。利用各种的方式吼，像伊即马迄个2期的迄个其中的报告，最近嘛要踮咧迄个 Lancet 的迄个 respiratory 的迄个 paper 要发表嘛吼，所以我想讲高端即马来讲吼，就是讲因为国卡拉讲，因为伊即马就是讲第3期伊无即个第3期的即个报告出来嘛吼，更何况是第4期即个在真实世界的数据，咱个按看袂到，所以讲即马咱对高端的即个数据拢是用推论的，就是讲去推论讲伊可能的伊的保护力是安那，但是啊未看到数据进程，就是无，就是讲美国也好，吼，甚至国家无法度去认定的对吧？所以我想讲，伊即边会使参加即马即个吼即个计划的即个团结即个疫苗的即个施打的即个第3期临床试验的计划的计划，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啊！但是咱嘛希望讲伊会使较紧去多参与这种计划，啊有机会较紧的甲即个数据会使提出来，
互全世界了解，安尼咱就会知影讲哦，到底会保护咱到什么程度，会使互咱接受。我想这对咱国家长远的发展，这疫苗来讲，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有影吼，数字先提出来吼，尤其咱即阵要带大家先来看这张吼，这是 WHO 吼，因的这个新闻稿啦吼，2支写本地有20支的这个 candidate vaccine 吼，就是这个候选的这个疫苗，会当吼伫这20支内底互竞出来，尤其第一支就是咱的这个。这个咱讲高端吼 ，Medigen 吼，伊是还有伊嘛介绍吼，这个 protein 吼 subunit 吼，咱讲过去一直介绍2倍剂次单位啦吼，另外一支是这个美国吼 DNA 这个吼疫苗吼，伊是这个 Inovio 啦吼，这2支写咱等下好好请教老师讲差伫倒位，咱高端的这个竞争力到底是倒位吼？咱嘛讲到吼，这2支写的伫3个国家吼，这个吼马里吼，咱搁有伫咧哥伦比亚，另外搁有一个国家啦吼，伫咧菲律宾吼，这3个国家会进行着这个万外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部分吼，尤其这是 WHO 来去赞助吼，对于高端来讲，省钱个先讲过去咱的烦恼，伊无通钱，通去做第3期，即阵人家己出钱吼。咱嘛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WHO 的官网伫26暗公布上新的声明，正式宣布甲哥伦比亚、马里甲菲律宾的卫生部共同启动全世界团结试验疫苗，自20种疫苗内面，先测出2种较有发展的疫苗，包括美国伊诺维奥制药公司的 DNA 疫苗，也有高端2倍剂次单元疫苗。会伫哥伦比亚、马里甲菲律宾3州3个国家进行大规模3期试验。高端也正式被选做世卫团结试验疫苗，也对现主时个人拿住高端无法度去美国表示遗憾，因为美国伫咧最近宣布，自11月初8开始，入境美国的旅客拢要完整做过2剂 WHO 或者是美国 FDA 核准的疫苗，高端怎么无伫咧名单内？其实外交部在今年9月起就已经积极向美方了解这些新的入境措施。那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跟我们卫福部也都持续的透过管道跟美方沟通了，就是争取将高端纳入这个美方的疫苗清单。政府向高端买500万剂新冠疫苗，到10月24已经做136万7,000剂，还有库存86万4,000剂。这合约还有200多万剂要交货，因为高端最近做的量拢无多，可能会有剩。指挥中心考虑要送给有摕到 EUA 的国家。我想这个外交单位持续在沟通中。WHO 主导的团结试验疫苗是一个跨国的临床试验平台，来自全世界科学家甲专家组成独立的疫苗优先顺序咨询小组，快速评估新候选的疫苗的有效性甲安全性。目前高端也正伫咧巴拉圭进行新冠疫苗第3期临床试验，一直到这个月20，有要甲100位受测者做过第1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这个安副院长吼讲着吼，这个数字都要紧提出来吼，这是咱讲过去大家较犹豫的这个所在，你都要甲这个犹豫解好度吼，咱讲才有法度吼得到所有的这个认证。但是即阵这个好消息来了嘛真紧啦吼，咱就看到讲吼第3期要吼无共国家3国啦吼，要去做一寡这个对照这个临床测验吼，尤其这吼这是 Solidarity， 咱头嘛讲到过去的疫苗拢落伫这个好嘢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马里啦吼，这个共和国因吼差不多甲注58万吼，第一当下差不多占吼，咱讲第2当下拢注完吼，差不多占1.3%尔吼。哥伦比亚吼，伊人口数较济啦吼，伊即阵注差不多4成吼至5成这个部分吼，菲律宾嘛是有注射这个部分，但是咧，这个比例拢无悬吼。但是咱讲马里这个国家吼，这个疫情控制了也袂歹啦吼。但是咱先过来讲到高端吼，即阵咱讲入选到 WHO， 伊的意义是啥物？尤其要比较这个咱讲另外一支这个 DNA 疫苗，安怎去甲比咧？咱即马来先看讲高端即个参加即个，互伊选到的即个议是啥物？咱就爱讲吼，这是对高端这是真好的机会，因为过去咱的国家的即个疫苗的产业吼，拢是真少国际的经验。OK。其实这疫苗这吼，一定拢是爱国际啦。因为国际安尼，伊敢若一个面安尼。足侪国家大家拢斗阵做伙，斗阵讨论对伊的好，迄个效力甲伊的迄个副作用吼，大家拢斗阵咧看。咱一直拢无即个机会，所以即马虽然是 WHO 主导吼，但是每一个疫苗的即个公司嘛是有
参加的机会啦吼。所以对因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啊，对，咱就应该是讲，咱一个台湾人会晓。明仔载就足侪台湾人会晓，拢嘛是安尼一个会晓，就真侪人会晓安尼，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即台湾人就行出一步，这是一个看法。啊，即马咱来比较讲高端甲 Inovio 伊即个是 DNA 疫苗，DNA 疫苗的发展吼，其实比 RNA 疫苗佫差不多早10年，10年以上。但是伊真侪麻烦吼，因为大家咧烦恼讲啊 DNA 注入来，啊 DNA 会走入个外 DNA 啊变成外 DNA， 安尼我要安怎？大家真侪即款的疑虑啦吼。所以，但是即马行到即马的即个程度，应该有一个机会，因为伊已经即个 Inovio 已经有开始第3期的实验嘛。啊，咱是还未看到 data。是。啊，伊当然伊是属于讲即个创新啦，吼，一个新的技术吼。是。啊，咱高端就是敢若较老的内底较创新的，吼，次单位2倍，是过去讲哦，伊是咱过去什么肝炎的拢有做过安尼吼。是。所以我是感觉讲伊选这两个吼，因为即马所有的疫苗就是 RNA 疫苗加病毒载体疫苗嘛吼。啊，即摆这两个就是在技术的层面变成较多元。哦。啊，虽然高端就是咧踮咧即个次单位疫苗内底，伊提出资料的。是。其实巴西。毋是巴西，古巴。哦，古巴。古巴吼，嘛是做出疫苗来，啊，伊嘛是，伊讲因有宣称说因有做第3期。啊，因大家拢咧做吼，啊，国际的国家嘛是有人要甲因买，吼，但是 可能因的资料无遐完整啦吼，所以也是讲已经做过啊，所以毋免阁做，咱是毋知影。所以这是真就是对高端，反正就是真好的代志，咱来替来欢喜啦吼。啊，当然大家一直讲国际，大家拢讲台湾人讲咱台湾人无挺高端，这嘛袂使安尼讲啦，咱 大家拢是有智慧的人，吼啊！大家若有当选的时讲，啊，我当然嘛是来选有资料的，啊，有人当然嘛是要听，吼，这是，所以我感觉已经有100万人以上来做高端，我感觉这真好啊。若是讲，这个人就是我讲一寡人，因为伊唔敢做遐新的啦，吼，还是本来就要停的啦，吼，还是少年咧等无的，本来就是差不多这个人尔。我根本就无感觉讲咱国人无咧停高端。OK， 我无这款感觉。是。因为大家有当选的时，当然会去选啊。啊，人安尼选嘛，唔是唔对啊。OK。所以伊无讲挑工要来停高端，嘛唔是讲伊无咧停高端。OK。这是一个 真重要的代志。过来就是讲，咱的国家、咱的政府，讲要去甲美国参详吼。咱只唔免强调讲高端，咱就甲伊讲，咱的外交就是双边嘛吼。我承认你的黄卡，你承认我的黄卡，安尼就好啊。OK。咱就唔免去写讲什么，啊，咱就讲，咱的文件，咱的互相的，就是互相我们 同意的物件就是讲，我们互相承认黄卡，安尼就好啊。啊，咱下面就仔细一下讲，我的黄卡内底涵盖什么。OK。啊，咱要安怎拢嘛会使啊？是，对不？因为这就是讲，看美国会当甲咱讨论吼，因为咱并无要求因讲你理工来做高端，咱就是讲你要求讲你承认咱台湾的政府吼，袂去乌白来，袂去做一寡对人民无好的代志，吼，袂去凊彩去approve 一个疫苗吼，所以踮咧即个时间啊，咱人嘛无济，所以你甲伊囥入去就会使，所以这是我是感觉这是对 政府的建议啦，你唔免去挑工去强调讲，你来承认我的高端，安尼大家拢要去讲，你来承认我的什么话 ？OK。因为咱的国家，咱的黄卡是有一个有一个信用伫遐，对不对？咱对咱的政府的作为有一个信用伫遐，这个 其他的政府就无共款。OK， 好，我是感觉在外交的这个商协商就是安尼做啦。有影吼，当然咱讲到这个高端这个疫苗啦吼，尤其伊是这个国产疫苗，大家对伊的期待嘛真深啦吼。啊，头先这个，啊，我讲吼，啊，我第三个就是讲，黄副院长讲，啊，较紧的甲第三期的提出来。 啊，这咱进来爱较紧嘛，袂当较紧来。你看吼，马咧，伊无啥物疫情，无啥物疫情吼，所以伊嘛是爱慢慢来。OK。哥伦比亚加菲律宾疫情较济一点嘛，
但是因已经有咧做啊，所以是安怎咧做，可能是要无够吼。OK。但是嘛爱伊的接受力吼，这所以时间爱有时间啦。有影。当然，咱头拄也嘛讲到吼，这个高端疫苗是过去咱较熟悉的这个疫苗这个技术啦吼，咱讲处单位两倍剂这款疫苗吼，过去咱头拄嘛讲到，伫咧过去的这个肝炎也好啦吼，已经大家对真熟悉啊，所以 WHO 即阵经一个传统的一个 DNA 吼较新的吼，传统甲创新，吼这个咱讲候选的这疫苗较多元嘛，要做一寡这个试验吼，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 WHO 过去哦，咱过去的这个一档内底啦，嘛讲到 WHO 这毋是吼。对不起咱台湾也好啦，是讲对台湾打压啦吼。啊，但是伫咧即回即方面吼，其实伊是看到讲即个疫苗实力伫咧倒位，嘛毋是讲哦，咱台湾都一定爱甲打压落去。疫苗尤其伊讲着这是 solidarity trial 吼，要互世界拢团结，有诶较散起来即个部分诶即个国家，因也袂享受到讲注意方式哦，即个买手会当吼较免受到咱讲 COVID-19 疫情诶即个部分啊。继续我请教。这个哦，医师来甲咱解说一下。是这件代志吼，以我个人的观点，我感觉这是WHO对高端的肯定 ，OK， 嘛是对咱台湾的肯定啦。因为伫咧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咱国家的处境吼，大家拢足了解。是，基本上咱会好 ，WHO 真少甲咱肯定啦。哦，这件代志吼。我咧回想起来，是5月26日，WHO 有开一个 immunovision 的大会研讨会，邀请世界将近2000位免疫交疫苗的这种厂商，是交政府官员，各国的政府官员，大家共同讨论是讲，有可能用咧考虑，伫咧因为疫情会严重。疫苗的需要的量会足大的，现有的即寡药厂生产量无够，啊，佫有拄仔讲的，好野人的国家，疫苗落条的，足多，规落条的，是。啊，其实即寡大多数的国家要做了疫苗，有困难度。OK。所以变到算讲，伫咧5月26日已经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迄个共识就是讲，用免疫桥接，了现有的即寡疫苗。同款性质的，互相比较看卖啊。是。啊，当然，这种讲法的时候，高端伫咧迄个时间点，因为讲因要对这个方面来努力。啊，咱国内有对伊有更较严格的这个监督啦。所以大家希望讲爱完成第3期，是。照准算。啊，第3期的时间，事实上要请高端来做这个工课，因大家也有咧做。啊，但是实在是真困难啦，因为迄成本足悬的啦。啊，然后呢？若是高端，家己做吼，你搁安怎请什么人专业的来甲监督？大家嘛感觉讲，啊，你高端讲的，敢有影真呢？有啊，咱过去就看到国内就是安尼声音嘛吼。啊，这是真欢喜，我是感觉讲，即马 WHO 对拄仔讲的，将近20间的这 candidate 是啊，啊内底选2间啊，咱高端是其中的一间。WHO 即款专家是独立专业的委员会来选的，我相信因看到高端的可能性啦。OK， 伊才会选这支疫苗啦。基本上咱若讲，徛在讲企业，会叫做创投啦，还是投资吼。哦。袂讲把迄个钱乌白开互你，等咧河，等咧海内底啦。一定是投资一个咧，有迄个可能性，有迄个发展的一个产品嘛。高端是真难得。伊该选出来2个其中的一个啦，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足大的咱台湾爱自我骄傲、骄肯定的所在啦。特别洪副院长有讲过啊，Lancet 吼，其实已经有发表啊，有第2期的高端吼，有8成到9成会保护咱啦。所以基本上有遮侪即款资料吼，拢一直安尼来肯定某一个程度高端伊的重要性，伊的效果也袂歹。即摆若搁我都伫单位持哦，即个专业的即个辅导下吼。监督下骹，第3期的实验，用去提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吼。拄仔讲的高端，毋是无人要做啦，是到时候是大家抢要做。啊，伫咧我参加咱的节目有几落遍，我嘛提着讲，啊，虽然5月26日大家持哦，即个 immunovision 的即个这样的一个论述吼，真侪人感觉讲啊，迄个无遐尼专业啦。啊，但是这就是世界有一寡其他落后的国家群啦，来开发疫苗的吼，日本啦、韩国、台湾。共同的问题啦，所以我迄阵有报告就讲吼，咱台湾医师会吼有准备要发起吼
甲这3个国家是医学科吼，联合起来，针对这个代志，大家做一个讨论，真欢喜，已经确定啊。这礼拜5，就是10月30号，12点开始，台湾医师会、日本医师会加韩国医师会，3个共同要用一下晡的时间，针对咱这疫苗的开发。面对的问题，然后呢，要安怎交这个拄仔讲的10月7号，即阵的即寡immunovision吼来做一个调节论述的一个接轨吼。我相信这3个国家呢共同来努力，某一个程度，互咱国产的疫苗有可能一个另外一个迄种论述上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OK， 当然啦吼，咱讲到这个。台湾发展这个生技产业的这个部分吼，拢是一步一步艰难吼。但是咱看到讲，这回这个疫情吼，咱虽然卡步比国际疫苗慢一丝啊，但是这阵安尼看起来嘛无慢偌济啦吼。但是咱看到讲，伫咧高端的这表现受到国内经济因素的这个影响啦吼。无论是有一寡这个意见领袖吼，带头都讲哇，这支社啦吼，过去咧讲这 immunobridging 就是歹啦吼，这个无国际这个认证等等，这论述其实个吼。济人吼，伫遐讲这支社你就是无得到这个国际认证吼，可能你做咧就安怎拄安怎，甚至就讲吼，亲像讲过去啦吼，未让这个美国未甲你讲禁止吼，11月初8了后，无做过咱讲国际认证这疫苗，你袂当去这个美国这等等这部分，但是迄当阵就开始讲哇，你这支社外歹拄外歹啦吼，所以地书讲高端伫咧这个咱讲咧注射率的这个部分吼，有人讲哇，这吼就是你蔡政府这台湾价值。无法度落实哈，无法度停你的这个高端疫苗，无停你的这国产疫苗。但是安尼论述，颠倒看这 WHO 甲咱认证，这毋是讲台湾这个价值尔，这是升级。咱讲咱会当踏出真重要一步。继续我请教安会长。我想吼，高端这边吼，咱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这边甲纳入这个 program 去做这3期，他都要2位来宾嘛，拢讲甲足清楚吼，因绝对是伫这20个这个。疫苗内面选吼，上有可能会使上市的这个 program 嘛吼，所以也使有选到本身就是表示讲伊的整个伊的可行性甲可能性应该是较悬，所以因迄专家在吼摕来做这2期，这是足清楚的代志啦吼。当然就是讲，咱台湾的民众其实是我感觉是毋是讲不停，毋是讲无要停这个高端，啥讲？因为毕竟对民众来讲，即摆咱全世界已经几十亿。这安尼全世界咧做，大家拢知影哦 ，AZ、Moderna、BNT 做出来效果是安那，保护力偌济，迄拢有即个真实世界迄数据足清楚，嘛，真侪论文拢出来，做了有偌济保护力，偌济人可能会有一寡不良的反应，啥物款的人爱特别注意，伊即摆做足多的嘛，所以这数据大家拢看会到，所以你若是讲一般的民众来讲，当然徛在咱的立场，咱一方面咱嘛希望咱国产的这个疫苗会使较紧有好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家己要做的时阵，当然你会去选讲，已经有数例出来这个疫苗，咱会感觉相对是较安心的嘛吼。所以我毋知讲，虽然即摆这个高端是发这个起步较慢一点嘛，但是即摆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即摆这个 program 佫入来啊，我相信应该有机会吼。当然我是。卡讲哦，愈紧愈当然是期待啦，吼，当然这有时候嘛是紧快不得的嘛，吼，伊迄数理咧做实验的设计啥，嘛是爱一段时间无毋对，但是总是讲咱望讲，若有机会，伊会使较早有即个数理出来，吼，安尼就会使互世界更较侪国家会使来注即个高端即个疫苗，吼，安尼就是互全世界人，因为咱即摆全世界看起来，敢若咱这好个国家拢注了袂歹，吼，拢注6成7成以上，但是大家毋通袂记的，有差不多10%，即个足散起来国家，可能伊连一剂的迄个覆盖率，可能连10%都未够嘛。这对世界所谓健康不平等这个问题，嘛是咧疫苗顶头已经发现这个状况。所以那种高端会使透过这个 program， 会使正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甲认可的时阵，咱将来伊嘛是有机会，互每一个较侪国家会使来使用伊即个疫苗，咱台湾的疫苗，这对咱台湾之光嘛，吼，所以这毋是讲即马做，是咧为着将来这一段时间，足侪国家，散起来国家我未做着啊，对不对？所以我是感觉这是咧为将来这来做一个铺路啦。有影吼，咱就讲吼，即阵吼台湾人两剂吼高端注料吼，差不多130万吨啦吼，这个部分数字咱讲过去吼500万，你500万注刷了，我只有中心我甲你买500万，但是即阵现吼库存还阁真济啦吼，但是有有人讲哇，这库存要安怎咧？甚至讲要交货，这个部分吼，安怎来去进行？有人讲
关乎咱的这个友邦然后较欠缺这个部分吼，但是嘛要通过着因遐有一个 EUA 然后才会当吼紧急授权这个部分吼，但是即阵佫有 WHO 这款的这个消息，唔知改变伊吼，咱讲买手伊咧分配这个量头顶吼，要留伫台湾偌济，也是讲哇真正大家看了这个新闻，大家去做高端的会愈来愈济，敢有安尼啦吼？先请教这个何教授。哦，这人会安怎反应，咱是较无唔知要安怎。尤其即阵嘛7成3成吼，所以差不多剩3成的人当去选高端安尼。对啊，但是即马因为咱的疫苗看咱看起来无遐欠啦，无遐欠缺的会款大家爱去选啊。即马大家会佫想讲，尤其少年囡仔会想讲，哦，我可能爱出国，我要来去开会，我要来做遮的，所以伊对，伊就感觉讲安尼较麻烦啦。所以咱即马我是感觉咱用平常心来看即个代志啦吼。一定嘛是还佫有一寡人吼，会感觉讲啊，伊会有需要要做这，但是也是讲第三剂量的时阵吼来做嘛是会使做一个 booster 安尼吼。对，但是而且高端即马伊的其实我看起来伊的挑战才开始呢，才开始哦，你即马疫苗去做临床试验，你愈慢做，好愈慢去做，你的挑战愈济啊，变种病毒。变种的病毒一直出来，所以虽然伊即卖的抗体是真悬，吼，看起来是对Delta嘛无问题，吼，但是即卖要去做的时候，咱就唔知影讲未来3个月、6个月，尤其个寒人新的对，即卖这法规吼是一个真无情的，OK，讲1就是1，2就是2，你若有一个新的病毒出来，你即卖对伊无效的时阵，就是无效啊。阮即摆就先甲你讲好势，若是迄款的时间、迄款的场景出现的时阵，嘛袂使讲咱因果做毋对。OK， 咱袂使对未来想未来创伤济啦，讲伤济吼。所以这是我敢若一个学者吼，看东看尾吼，较会去看到未来做啥物代志。我先甲你一个讲一个警告啦吼，讲伊的挑战是真大啦，因为你即摆。啥物会出现，咱就足歹讲的啊。尤其冬天即马要来的时阵吼，可能会传染的较紧的时阵，变种的病毒会较容易出来。对，所以这是一个爱去注意一个代志啊。那即款代志出现的时阵，咱嘛袂使讲咱因果做了毋对。好，这高端毋是，这就是无办法的代志。这本来咱这个疫情早就应该结束啊，即摆第2年还搁伫遮，有遮济疫苗还搁伫遮，这就是无办法的代志啊。你看吼，病毒一直咧变吼，这嘛是高端未来这个挑战啦。吼，咱讲到虽然吼，伊选这国家菲律宾吼，可能是较这个吼热带这个国家吼，但是伊寒人迄阵可能嘛是会提悬一丝啊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这3个国家内底吼，若是讲疫情真正无大起的话啦吼，可能高端是毋是会当较好的这个咱讲？嘛是爱看伊有保护力无啦？对，就是看伊保护力，但是伊有真侪好处啦，吼，就是讲伊的运送啦，吼，条件拢较好啊，2度到8度，对，较稳定安尼，这有诶无？这拢是真好的代志啦。OK。啊，虽然伊是敢若讲较老的疫苗，但是老的嘛有老的好处啊。有啊，咱过去咧讲 Novavax， 伊是因为拄着这个产量无法度提升，无伊可能这支嘛是。吼，这支若是真正是产量有出来的时阵，可能嘛是撑甲掠袂掉啊。高端是打着这个势啦吼，这阵徛起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台湾人接去的国家内底，到底有承认高端的无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咱看到美国11月初8吼，咱讲随时都要来改变因的这个入境的这个策略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新加坡啦吼，嘛爱做着一寡吼，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啦，因疫情一直咧增加，但是因的重症率吼，其实咱过去嘛有讨论过。介少啦吼，日本上原则吼，日本吼是禁止这个外籍旅客吼来到这个日本的吼，所以这个部分高端的这个影响，咱看到讲有国家承认，咱过去讨论普拉吼，即阵拄过一社高端你就会使入去啦吼。纽西兰基本上嘛是吼。完整吼，做过咱讲高端再来22种疫苗吼，但是有人就唱衰啦吼，看衰。伊讲吼，哇，这22支疫苗内底吼，拢是吼咱高端甲迄其他排袂着顶的国家的这疫苗排做伙啦吼，所以纽西兰才会承认遮济吼，有即款的话。另外咱嘛要讲着吼，其实有一寡这个政治人物啦吼，伊讲话吼，就是讲高端吼，譬如讲。这个为什么要遐尔讨债，要遐尔拍算吼？存遮济，那不直接吼去做一寡这个纾困就好了吼。先来请教这个洪医师，安怎看
这款的这代志？基本上拄啊各位来宾拢讲了，高端的发展是咧较后壁。OK， 所以某一个程度，第2期的时间，咱才完成无偌久。基本上这个疫苗，台湾本身咱嘛是 EUA 授权来迄个开始来疫苗的这个接种。所以基本上无完成第3期的实验，要去叫其他的国家来甲咱承认，这有伊的困难度啦。要叫高端特期去国外，真正是真勉强啦。这边WHO伊用咧选了咱的高端，伫这3个国家，以 WHO 的专业的协助，交 WHO 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某一个程度我会相信讲，这个实验伊会真公正，伊嘛会真专业。某一个程度，大家嘛拢搁咧欠疫苗啦，所以迄个时间点应该是伫咧合理的这个时间，就会看出结果啦。拄仔有讲了，20几个 candidate， 咱是其中的2个入选的。这个谈讲咱咧参加什么金钟奖、金曲奖啊，迄得奖当然是上大的荣誉啊。但是咱嘛常常讲的，入选吼有无吼，迄就是一个成就啦，一个肯定嘛。入选交无入选，迄就是一个真大的门槛嘛。然后你入选了，各用的得奖，对不对？被肯定。当然这个是拄仔大家拢讲的。一定是尊重专业，伫咧 WHO 的主导之下，咱来做这努力啦。我是相信这个时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嘛是一个未拖真久的时间啦。基本上因为咱较慢开始做这个代志，所以某一个程度你真勉强讲要叫其他的国家承认咱特区的这个高端，我一定嘛相信讲有些困难度啦。但是呢，若是讲会叫咱会帮伊。袂歹的国家，像美国、日本啊，即寡还是欧盟即寡重要的国家是不是敢有可能？拄啊何教授讲的，预防接种的黄卡，可以彼此认证承认，这基本上就是互咱踏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那我们的外交部长最近嘛要去欧盟反映了，我们是蛮建议他可不可以把这个议题也把它带到欧盟去争取咱交日本、交美国。交欧盟相互的一个这个承认，安尼就用咧突破咱拄仔讲的这阵的困境。是啦，咱看到讲欧洲可能嘛是有煮过虾就会使啦无系啦，所以咱看到讲无一定是这个最高端的袂当去美国这款的这情形。虽然咱讲这个外交部一直咧努力，指挥中心嘛讲一直咧努力，但是咱讲伫咧台湾这个注射的这个人口。会当比的这个时阵，大家有影较遵守着，还是讲较爱这个国际已经认证过有数字的但是即阵数字豆豆咧产生大家慢慢想这个运气啦会当看到高端有好的这个表现，但是头拄教授嘛讲，咱讲挑战才开始尔但是讲这个村呢有要到期的啦这个高端的疫苗好去好种，要送咱的友邦嘛，还是讲其他会当个紧急授权的这个国家，咱先做来看。如果有 A 类疫苗到货，日本第6遍关乎咱国的30万剂 A 类疫苗，伫7早起9点半运到桃园机场，所来进行封装检验，接获个人数。若那国产的新冠疫苗有好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26宣布，甲哥伦比亚、马里甲菲律宾的卫生部共同启动团结试验疫苗计划，也就是跨国随机的临床试验比赛。其中台湾的高端疫苗，甲美国的 Inovio 新冠疫苗比例的核酸疫苗名单，若是3期试验成功，有机会将这获国际认证的疫苗。这表示说，高端所进行的一些初期的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的那个资料呢，但世卫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他觉得说，这疫苗是，可能会成功，而且安全性也蛮好的。另外，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75岁以上时大人，第1期疫苗的注射率有到70%，不过依然有3成无愿意做。专家担心，这寡有慢性病的时大人是新冠肺炎重症加死亡的高危险族群，建议中央加强宣导，或者是增加注射的地点，或是大人就近去做。如果是因为对疫苗的信心或者是疫苗的必要性有误解的话，应该加强对长者的一个疫苗的宣导，主动出击到长者住的地方去帮他们打疫苗。另外，第12期第2阶段 BNT 第1期 AZ 加莫德纳第2期疫苗的预约注射，到27拜3中昼12点结束，上紧自28拜4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咱讲到这个高端吼，这存遮济吼，要互想咧，咱继续个请教韩副议长。我想吼，头拄仔在讲这纽西兰吼，有22个国家的这疫苗会使去吼注给两剂就会使去纽西兰。主要原因是讲因每一个国家拢对什么款的人注给什么疫苗会使入来，伊有家己的一寡想法甲原则。OK。啊，纽西兰伊的原则足清楚，意思讲，若是有任何一个国家认证的，就敢若咱高端是咱的 EUA 统计，伊就甲伊纳入这个其中会使入境的一个疫苗的这个名单内面嘛，所以我感觉每一个国家拢有伊家己的这个原则在迄个所在。就敢若美国伊的原则嘛足清楚，就讲，什么注给什么疫苗会使来去美国，就是讲伊美国本土有做的，啊，甲世界卫生组织的 EUL 有统计会使嘛，所以你若讲根据这两个原则来看的时阵，我感觉就是讲高端你将来要争取美国，除了黄卡这是一个，嘛是会使想法之外吼。可能嘛，最后嘛是爱有法度拼讲 EUL 会使入去的时阵，就因为这个原则就会使入去美国，应该嘛是，这是我感觉是咧原则上是安尼咧看这个代志啦吼。啊，当然就是讲，即马因为咱即马高端这个疫苗的这个有较侪几百万剂吼，会使个还未使用嘛吼，所以咱即马应该是讲有法度就是讲咱的。不管是咱的友邦也好，还是讲一寡较注这个疫苗的这个覆盖率较低国家。基本上，若讲因有统计 EUA， 就是讲因国家的审查，因统计因家己国家的这个所谓的食药署的认定，咱去甲送，安尼我感觉是足有意义的。无，就是讲因无统计，你要甲送，这嘛是足奇怪的一个代志，因为这一定爱因国家有甲你认同，有审查，伊讲OK， 统计因家己本国的这 EUA 的统计，咱去甲送，这真有意义啦。因为毕竟咱进前咱旧年嘛咧讲这预防车是足珍贵的一个物件嘛，因为全世界这疫情的这个界定了，有这个预防车会使做，这足重要的代志嘛。所以讲不要浪费任何的一个这预防车，这是咱的基本的原则是啊。高端国家来讲，伊统计咱台湾的 EUA， 某一个程度就是讲，咱台湾的政府甲认定讲，伊这就是有一个伊的推论，有这个保护来这个所在。所以若会使争取咱的友邦，也是别个国家。有统计这 EUA， 咱去遐送，我感觉这就甲咱旧年咱有这个催案，会使去送全世界共款，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这全世界大家都是爱互相帮忙嘛吼。我送你催案，像今年咱这个东欧一寡国家毋是送咱的疫苗，这就是一个全世界一个真好团结的表现啦。有影吼，咱讲到旧年的催案吼，真正互咱今年疫情吼较累这个时阵，咱讲真正美国、日本啊、小连线这个欧洲国家拢总送咱疫苗，即阵咱有遮尔济高端疫苗吼，虽然也未拍，即阵嘛有这个 WHO 甲咱列做是候选的这个疫苗啦吼，真正咱吼有已经有这个友邦的国家甲咱吼举手讲啊，我要爱治啊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好现象啦吼。另外咱讲到吼，这个疫苗内底吼，全球咧做的遮尔济支疫苗，其实咱讲啊，疫苗拢总有副作用啦吼，嘛总有伊的这个咱讲啊，可能对人体吼造成的这个伤害也好，但是咧，咱来看来讲吼，15岁这个少女吼，注 BNT 了死亡。可能跟脑神经病变有关系。先来请教这个何教授，安怎看这个 case 咧？这个 case 咱即马无这个资料来讲，这个 case 咱要安怎看？但是咱会当整体来看讲吼，疫苗的注射吼，甲这个死亡的关系。咱台湾全台湾一年有10几万人死亡，啊，每一天上少嘛有400人，啊，其中嘛有一寡成功死。我家己的经验，我家己真亲的亲人。最近嘛有安尼，你若严格来说嘛是成功死啊，啊伊嘛是真少年，啊真健康，真活跃吼，真爱运动，啊但是咱因为有去做身体检查，虽然无啥物镜头，嘛是做身体检查，知影讲有一寡啥物代志，啊是拄啊发生的代志，所以 technically 吼，就是来注意来讲。伊嘛是3个月以来有去做了预防针。但是阮规家人虽然真伤心，但是阮嘛袂去想讲伊甲预防针有关系。真侪朋友头一个就问讲，伊当时做预防针。所以咱爱一个平常心来看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咱甲这个预防针、做预防针的这个人吼，几档啊，甲这个死亡来看。大部分的死亡拢是75岁以上啊，吼，所以这个年岁有关系。咱本来死亡的这个比例就是年纪愈悬吼，机会愈大，较歹势就是安尼。我比嘛年岁真大吼，就是安尼。所以
一定是甲即个就是干那时间的关系，无一定是有关系。啊，但是咱的国家我去看吼，伊有差不多30几个，伊有讲这是真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伊有判断这950人死亡内底，伊有判断讲30几个人吼是甲疫苗有关系，其中有一个才有一个死亡尔，才一个，所以咱对这爱用平常心来看啦。因为我是感觉一定会发生，吼，咱唔免伤惊啊。虽然无唔对，即个做一个预防针的时阵，尤其即卖即款新的疫苗，譬如说这个 RNA， 伊甲你刺激的免疫吼，伊是真强啦，所以你有一个反应。啊，当然咱袂当排除咱，即摆就是因为迄发生的机会遮少，人无济，咱无办法吼做一个真完全的来研究来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咱也无办法甲伊排除说有即个可能甲伊有关系，咱就会接受。从一个比例来讲，咱较老的人食物件就较容易去见着。啊，袂当讲一个人食饭见着。啊死去，咱就讲大家拢爱食饭，对无？啊是毋对，伊无毋对啊，伊见着是甲食饭有关系，就是感觉讲这个人的死亡可能甲疫苗有关系，但是伊还是咧个人的因素，吼，袂当甲伊用去别人，所以咱爱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即个代志，嘛是鼓励逐个人吼，你若会当去注意防下，先紧去做。OK， 较重要，因为国门会开，咱的国家已经咧准备吼疫苗护照。OK， 疫苗护照是要创啥？咱还阁毋知影。但是新加坡已经甲伊的国民讲，你若无做，因为即摆疫情真严重啊，毋是严重，就是有咧压起来啦，有咧压起来，有咧确诊真侪确诊的人，但是因真厉害，因的重症才2%尔，是毋是真严重？但是伊就甲因讲，你若无注意防下，为了你家己的安全，你袂当入去商场，吼，袂当去入去大楼，你会当去小吃店去买外带，你袂当去外口食饭，所以这款的作为，咱唔知影咱的政府后摆要安怎做，但是伊即摆已经有咧准备，已经计划好啊。意思就是讲，你有做，你就有即个疫苗的护照。OK。啊，即摆要安怎，国内要安怎用，咱个唔知。但是其实咱家己甲想看卖讲。迄是为了咱家己的好处啦，咱来紧来注意防下。是，所以咱讲到吼，这个预防针拢总有伊的风险伫咧，但是咱看到讲吼，其实有当时啊，这个背景数字咱过去一直咧讨论过，可能是这个时间上的因素吼，啊，拄好来安尼个规划吼。但是虽然咱嘛讲到啊，真毋甘，但是这个预防针该做嘛是爱去做啦吼。啊，过去我有印象，洪医师讲过一个故事吼，一个少年人讲吼，啊，你若做伙是安怎？啊，政府来讲，你是毋是？吼，这个注意防下啦，吼，伊就是安尼甲你讲，你迄个故事啊，甲即阵的这个想法有改变过无？啊，我迄阵的故事是讲，我咧诊所干一个少年囡仔做疫苗，啊，本来迄阵爱观察30分钟，这个少年囡仔5分钟无够，伊就要走转去啊。因太太咧边啊，啊，伊甲因太太呛声，啊，我若倒落去。政府一定讲我是黑姑喘，我本来就黑姑喘，交这疫苗无关系啦。但是某一个程度吼，拄啊何教授讲过啊，伊迄个背景的资料吼，交这疫苗本身的安全性，其实是咱爱共同来思考啦。是，伫咧这个阶段，特别是拄啊讲的这个15岁这个女孩子吼，我感觉这个是一个足重要，大家爱好啊去关心了解。因为安怎讲呢？咱高中生、高中生是。第一剂的 BNT 疫苗吼，差不多伫学校内底拢资料啊。有影。咱马上差不多11月底12月吼，就要做第2档啊。啊，这第2档，那国外的研究就是讲，这大部分仔，吼，大部分仔第2剂，伊的副作用、可能作用会搁加大。所以针对家长，拢有咧关心嘛。像我伫咧3间学校吼，有做差不多2000名的这囡仔。学生囡仔。啊，这学校。校父拢个有敲电话交阮咧联络，咧关心这件代志。啊，我基本上的看法是讲，啊，那做第1剂 BNT 本身有不良反应的，第2剂咱要特别小心，甚至可能爱考虑搁较慢的安尼。
啊，另外特别是讲，伊第一节就心脏就有无爽快，一定要去病院好啊去检查啦。会啊。啊，对一般的囡仔吼，健康的囡仔也无啥物不良的反应，啊，家长足关心的，这基本上我会建议咱的护理师甲家长讲，啊，咱若是真正袂放心，无就利用这1个月的时间吼，找个时间去送去医疗院所吼，做一个心电图，然后确定讲伊的心脏的功能，大概就较免烦恼啦。是。但是无论安怎讲吼，有几件代志，我一定爱。借这机会哦，甲咱这少年囡仔、少年朋友特别呼吁啦。OK。要注射前几工啊啦，爱吃饱睡足啦。OK。吼，袂使熬夜啦，袂使熬夜滑手机啦。啊，困了饱吼，啊，加食一寡水果啦。是。吼啊，心情放互轻松啦。啊，然后呢，那你现场感觉若有啥物不良反应，就紧来反应。特别拄啊何教授讲的。即几档啊，即个疫苗吼，拢会刺激咱身躯的免疫的反应，所以本身若是有一寡免疫的一寡病啦，有可能注这个吃了后，伊会变做更加严重，变皮肤小溃烂，有都没有的。这些东西吼，咱若有法度提早来注意的时候，啊，提高警觉，其实即寡物件发生的机会是真少。有影啦吼，所以咱评估着家己这身体吼，爱做就去做啦吼。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病史馆，咱再会，感谢多谢。